我是在地新闻，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非洲的国家肯亚，讲有邪教使用信徒去妖视。这个邪教的组织，甲信徒来洗脑，讲妖视就会当看到上帝。结果有400外个人因为相信，活活来妖视。检方伫昨正式甲这个邪教的教主马肯西，甲29个共犯来起诉，讲伊涉嫌谋杀着其中191个儿童。根据着路透社的报道，马肯西命令伊的追随者，甲家己甲囡仔要挟，讲安尼就会当伫世界末日进前进入天堂，看到上帝。政府解剖尸体了后，发现大部分的受害者拢是要挟的，也毋过嘛有一寡人是互吹死、互拍死，或者是吸死的。这嘛是近代世界上上界严重的邪教灾难之一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